顶一日新北市发生国中生挂颔棍的命案，这校园安全是引起重视。台北市最近正咧讨论讲，看敢要伫教室装一粒安全铃仔，互学生会当化救人。有校长是认为这想法袂歹，毋过爱定规范。那家长是表示，校安的人力若无保护到，装搁较侪铃仔嘛无效。 班级发生代志，台北市一寡国中小会伫咧教室内面装校内电话，导师或者是学生会当敲到办公室。不过代志真关键，或者是讲情形真严重，要安怎呢？台北市教育局最近伫咧评估，也就是伫咧国中小的教室内面装安全铃。被误按呐，或者是没有到达紧急程度的时候，直接影响到各处室的那种急迫性的判断。国校国小校长认为规范定出来，才袂造成反效果。国教面表示支持，只要宣导有够讲清楚，这就是一个正常设备。不过学生想要讨救兵，由上来接电话，袂当搁是还不出啊。校安人员不足啦，为什么？你学务人员不可能一直24小时就盯在那里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虽然肯定这个做法，可是你还是要有配套，还是要有说到底谁要来去做这件事情。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安全铃是配套之一，上重要的也是教育甲辅导。家长团体也指出，讲现有的3级辅导自转3的时阵无够顺，以台北市做例，学府中心开案量平均一个人的案件量，干那13.3件。各地头的家庭教育中心更较被动。 那这个单位基本上是属于闲置比较多哈，那可是这个单位呢非常的重要。 办理合作式中度班的民间单位表示，囡仔无适应学校的状态是愈来愈多。中介教育必须爱多元转型，也因为安尼生个案转介评估机制需要重新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